當大家做大題目嗰陣，好多時會見到一段附加資料，而最易扣分嘅，往往唔係計錯數，係你記錯年度。大家睇下呢段資料，公司喺12月31號年結，喺 20X7 年度，公司收到一張顧客訂單。記住，對顧客嚟講叫購貨訂單，但對公司嚟講，其實就係銷貨訂單。所以我哋睇題目嘅角度，要即刻轉返去公司，用銷貨嘅思維去分析。但係有訂單唔等於有銷貨，關鍵係貨品要交到客人手上，公司先可以確認銷貨。資料話貨品係20X8年先交到客人手上，咁即係話呢單銷貨應該係20X8年度先發生，而唔係20X7。問題就係報記員早咗喺20X7年就將呢張訂單記錄為賒銷，呢個做法係錯嘅。所以正確處理係先喺20X7年度將嗰筆誤記嘅賒銷作錯誤更正，然後等到20X8年真正付運嗰日，先再入返條數。要撤銷20X7年早記嘅賒銷，我哋要反轉佢，借記銷貨，貸記應收貨款5萬蚊。而家再進階少少，我哋將題目改一改。今次唔單止收到訂單，仲收到埋支票，即係個客已經俾咗錢。好多同學一見到收咗錢就以為，咁咪更加應該要記錄為銷貨。唔係，你記住呢句，收錢唔等於銷貨，未出貨呢筆係預收款，因為你而家係收咗錢，但仲欠人貨。所以雖然要等到20X8年付運嗰日先可以確認銷貨，但喺20X7年收到支票嗰一刻，都要先入賬記低收到嘅錢，要借記銀行存款，貸記銷貨訂單5萬蚊。呢個銷貨訂單其實就係客戶訂金嗰類意思，代表未賺取嘅收入。去到20X7年12月31日嘅財務狀況表，就要將銷貨訂單列示為流動負債。同時間要記得撤銷報記員喺20X7年誤記嘅賒銷。到20X8年1月7日貨物付運，呢一刻先可以講公司已經完成交付，所以可以確認銷貨。咁之前喺20X7年記落嘅銷貨訂單要點處理？就係將佢由流動負債轉做收入，所以要借記銷貨訂單，貸記銷貨5萬蚊。整體入賬係咁。如果你心諗係啊，有單就有 sales， 咁你就中咗年結折數陷阱。大家要留神啊，下次有機會再講。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